我係 Anson。今日我哋嘅練習想同大家去咗一個瑜伽比較常做嘅一個叫做拜日式嘅動作。咁呢個拜日式係一個我哋比較簡易去做嘅一個動作啦。咁我哋做呢個動作之前咧，我哋一齊做胸式呼吸練習，去熱身翻個橫膈膜。好啦，我哋而家一齊坐好之後咧，我哋將隻手打開個虎口位，掂住你嘅肋骨最低位，放鬆膊頭啦，然後慢慢吸氣，感受下你個肋骨左右脹開嘅感覺。呼氣嘅時候咧，感受翻個肋骨咧收翻埋。而每一啖吸氣咧，你好似想將個肋骨肋間肌推開嘅感覺。呼氣嘅時候放翻鬆佢，我哋喺度做多20秒左右。好啦，慢慢雙手放翻低啦。我哋喺度自然呼吸，靜一靜。希望我哋做完個胸式呼吸咧，我哋自然呼吸都比平時個呼吸會大少少。好啦。慢慢雙手合十，捽下個手板，再次去按下你一啲你覺得最近比較緊嘅地方。好啦，喺我哋做拜日式之前咧，我哋轉一轉隻腳，因為做拜日式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練習就係我哋同動作同呼吸咧係想比較連結嘅，咁我哋想習慣下。咁我哋轉咗隻腳坐好啦，雙手捉住個膝頭哥。我哋貓式嘅時候，頭耷低，彎後呼氣，然後吸氣嘅時候推起個心口，頭少少昂高，打開心口，吸氣。呼氣嘅時候，坐低嘅貓式，頭耷低，背脊拉後。牛式。頭昂高，心口拎高，係啦。我哋繼續喺度做呢個坐嘅 cat cow，去感受下你動作同呼吸係有關聯嘅。最後5秒。然後慢慢咧，雙手放後邊，我哋腳都做多一個練習，拍埋隻腳啦。咁我哋將個膝頭哥跌去隨意一邊，個身咧唔喐或者向相反方向。呢個係呼氣嚟嘅。吸氣嘅時候，所有嘢翻中間；呼氣嘅時候跌去另外一邊。吸氣嘅時候翻中間，呼氣嘅時候跌另外一邊。係啦，快慢唔緊要嘅。同樣一路做嘅時候咧，我想大家個呼吸同個動作都係連埋一齊嘅。最後3、2、1，好啦，慢慢翻嚟，然後咧我哋可以去 tabletop 位置。做拜日式之前，我哋分3個動作。第一個我哋係 Vinyasa， 即是話我哋可以喺個嬰孩式嗰度 pat pat 坐後手放前，然後上下狗式 downward facing dog。好啦，動作就係衝前個膊頭，然後放低膝頭哥，心口下拍。
眼鏡蛇式衝前揭翻起身，然後去翻嬰孩，上翻下九式。好啦，我哋做多一次呢個動作，衝前去平板式，然後放 knee chest 前膝頭哥，心口放喺手指公中間，望住前邊下巴落地，揭翻起身眼鏡蛇式。嬰孩式。好啦，而家咧你可以試下繼續做呢個動作，你可以停咗個機，做多一陣間。如果你覺得可以咧，我哋而家跟呼吸啦。下九式，衝前個身去平板式係吸氣，放低膝胸下巴係呼氣，眼鏡蛇式係吸氣。呼氣去翻嬰孩上下九式，呼，吸氣平板，呼氣放膝胸下巴，吸氣眼鏡蛇式，呼氣嬰孩下九式，我哋試多一次，吸氣衝前平板式。呼氣放低膝胸下巴，吸氣揭起眼鏡蛇式，呼氣嬰孩式上下九式。好啦，我哋一齊右腳慢慢踏前去中間，騎馬式。好啦，後邊隻腳踏前呼氣。我哋試下轉腳踏後吸氣，騎馬式。動作係踏前呼氣，轉腳踏後吸氣，踏前呼氣，轉腳踏後吸氣。我哋每邊做多兩次，踏前呼氣，轉腳踏後吸氣，踏前，踏後，踏前，踏後。好啦，如果你覺得有需要咧，我哋呢度可以停一停個 video，你都可以喺度試下做多幾次嘅。如果你呼吸同個動作未好跟到咧，我邀請大家咧將啲動作可以分開嚟做，甚至乎手放磚啦，或者直接淨係做呢個動作得啦。踏前呼氣，轉腳踏後吸氣。好啦，而家咧，我哋一齊踏前。我哋去第三 part 動作就係 standing posture， 慢慢捲起身，向上手拎高，然後合十去返心口前邊。好啦，動作就係拎高手，前彎接落去。捲起身，拎高手，合十去返心口前邊，手向上吸氣，前彎呼氣，捲起身吸氣，合十呼氣。舉手吸氣，前彎呼氣，捲起身舉手吸氣，合十呼氣。好啦，呢個 standing posture 你想咧，亦都可以停一停個 video，你喺度做多一陣間，
後彎你可以做多少少，譬如你拎高手嘅時候，你好似做緊眼鏡蛇式，將個褲袋推前，個心口拎高，好似做緊個胸式呼吸嘅感覺。前接如是者，如果你係一個比較鬆嘅大髀嘅，你可以彎低啲，甚至乎捉住隻腳拉低，繃直少少個 pat pat。同樣地，吸氣係拎高，合十係放低，上係吸，落係呼，上係吸，落合十係呼。好啦，如果我哋各樣都預備好啦，我哋可以將呢3個動作組合埋一齊。第一個企喺度拎高隻手前彎，第二個踏後腳，第三個踏後去 Vyasa 平板落膝胸下拍，然後踏腳上前，然後就會完成拜日式啦。好，如果 ready 咧，我哋一齊第一組我哋試下唔諗呼吸，我哋試下跟下動作。第二組我哋試下講呼吸，然後我哋做多3 round。準備合十喺個心口前邊，吸氣手向上拎高，前彎接落去，右腳踏後去 horse riding pose， 後腳篤腳趾拎起踏去個平板支撐，放膝胸下爬，望住前邊落，揭起眼鏡蛇式。嬰孩上下九式，3、2、1，右腳踏前騎馬式，後腳左腳踏前前彎，捲起身，手向上拎高，合十。好啦，啱啱做完右腳，而家我哋做左腳啦。我哋加埋呼吸咯喎，吸氣手向上拎高，前彎接落去，左腳踏後吸氣，呼氣去平板式，同一啖呼氣放低膝胸下爬 knee chest chin， 吸氣眼鏡蛇式，呼氣嬰孩下九式，3、2、1，左腳踏前，後腳踏前，呼氣，上手向上吸氣，合十呼氣。呢個就係一個拜日式啦。我哋嘗試做多2組。做完2組，如果大家覺得想繼續做，你可以做多3至4組都冇乜問題嘅。咁我哋一齊做多2組拜日式。合十 prayer pose， 手向上吸氣，前彎落去呼氣，右腳踏後吸氣，騎馬式，呼氣，同一啖呼氣放膝胸下爬。眼鏡蛇吸氣，嬰孩下九式呼氣，3、2、1，右腳踏前吸氣，後腳踏前呼氣，舉手吸氣，合十呼氣，左腳啦，手向上吸氣，前彎呼氣。左腳踏後吸氣，騎馬式，平板式，呼氣放膝胸下爬 knee chest chin， 吸氣眼鏡蛇式，呼氣嬰孩下九式，3、2、1，左腳踏前吸氣，右腳踏前呼氣。
舉手向上吸氣，合十呼氣。右腳俾多一組，舉手向上吸氣，前彎呼氣。右腳踏後吸氣，平板同一啖呼氣放低膝，胸下爬，熱 chest 前，眼鏡蛇吸氣。嬰孩下九式呼氣，3、2、1，右腳踏前吸氣，左腳踏前呼氣，舉手向上吸氣，合十呼氣，左腳吸氣拎高，接前彎呼氣，左腳踏後吸氣。踏後平板呼氣放膝，胸下爬，吸氣眼鏡蛇式，呼氣嬰孩下九式，3、2、1，左腳踏前吸氣，後腳踏前呼氣，手向上吸氣，合十。呼氣，雙手垂低，合埋眼睛，自然呼吸。好啦，如果你覺得想繼續做多幾個，做多5分鐘、10分鐘，可以繼續做多一陣間。如果可以，我哋就坐低。好啦，揸住拳頭轉下手腕，雙手放喺大髀上邊，合埋眼睛。雙手捽手板，按下你今日練習喐過嘅地方，或者比較緊嘅地方。最後合十去多謝下自己抽時間練習。好啦，今日嘅分享就係咁多。